來是新北市的五股，昨深夜發生一件搶劫，搶無過手。有一個48歲乘客坐客停車，車駛到半路，伊抓出着一支絲瓜刀，叫司機落車，要搶車頂的財物。加在司機的反應真緊，甲車門反鎖，倒離開現場，而且來報警。雖然嫌犯有甲車門暫開來落跑，但是伫10分鐘內，就互警察撞到了。你等一下，你在這裡等我一下。這個穿藍色衫，這個查甫人佇街頭巷尾鬼鬼祟祟。一個聽到員警咧話，伊佫想要走，隻手佫舉一支差不多20公分的絲瓜刀啊，伊互警方當場壓制。這個查甫人一直利用過來，警察將伊二塗骹，佫佇伊的身軀敲着真濟包毒品。半暝，警察咧抓歹人，鄉親看到攏驚到，原來這個查甫人佇10分鐘前才舉刀想要搶計程車的駕駛。當時嫌犯就是在超商前路邊攔車，沒想到這不到100公尺，他就亮刀脅迫司機下車。代志發生佇新北五股的生態路，昨暝11點外，48歲姓劉的嫌犯上車後，敢若講直駛就好，並無講明確的所在，所以就舉刀架佇司機的頷管仔頂要劫財。司機反應真好，隨落車反鎖車門報警。這個嫌犯雖然有走出去，但佫短短10分鐘同抓到案。於陳泰路上查獲涉案犯嫌，當場將其押至逮捕。全案警詢後，依強盜罪嫌，已請新北地檢署偵辦，並建起羈押。初步了解，這個姓劉的嫌犯是毒品人口有路無處，平常時佇淡水一帶哩亂踅。這擺敢是因為無錢通買毒品，才會舉刀啊想要搶計程車的駕駛，相關的動機愛擱調查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